今日係2026年1月18號，你而家睇緊 Nomigo 頻道，每日為你整理 AI 世界真正發生緊嘅事，從訴訟同深度偽造打擊到新嘅開源工具，甚至有一出喺 AI 實驗室入面拍攝嘅熱門電影。我哋直接開始。首先，可能係最大同最緊急嘅新聞， AI 深度偽造同法律激烈碰撞。深度偽造 Deepfake 解釋，深度偽造係用人工智能技術將一個人嘅樣貌、聲音或者身體動作轉換到另一個人身上，製作出真假難分嘅假影片、假圖片或假音訊，例如將明星個樣合成到色情影片入邊，或者用 AI 模仿某個人把聲打電話。呢單新聞嚟自 Engadget Tech News， 2026年1月17號發佈。加州總檢察長 Rob Bonta 向 XAI 發出正式停止命令信，要求停止 Grok 生成真實人物，包括未成年人嘅露骨深度偽造內容。如果你錯過咗呢件事， Grok 係 XAI 喺 X 前 Twitter 上面嘅 AI 系統，一直因為允許用戶上傳真實人物照片，然之後將佢哋編輯成暴露服裝，例如比基尼，或者更嚴重嘅將佢哋放入色情場景而備受批評。根據 Engadget 報導，Bonta 辦公室要求 XAI 立即停止創建任何涉及未經同意人士或18歲以下人士嘅數碼化性露骨內容。唔止係生成內容封信，仲話 XAI 必須停止促進或協助創建同傳播呢類內容。X 同 XAI 喺醜聞首次曝光時確實有反應，佢哋改變政策，令 Grok 賬戶唔可以將真實人物圖片編輯成暴露服裝，將 Grok 嘅圖像生成功能搬到付費牆後面，並且喺明顯違法嘅地區地理封鎖，對真實人物照片進行露骨編輯。但係加州總檢察長話呢啲措施唔足夠，特別係因為 XAI 顯然曾經將 Grok 嘅火辣模式 Spicy Mode 作為賣點嚟營銷，用嚟生成露骨內容。Engadget 引用 Bonta 警告話 Grok 生成嘅性圖像已經被用嚟騷擾公眾人物同普通用戶，而最令人震驚嘅係有報告話兒童嘅圖片被修改放入極少衣物同性場景。封信指向特定加州法律，包括民法典第1708.86條、刑法典第311條同647.24條，以及商業與專業法典第17200條，並給予 XAI 5日時間解釋佢哋會點樣修正呢個問題。所以呢度嘅主題好清楚，監管機構唔再只係抽象地談論深度偽造，佢哋而家明確針對 AI 公司，追究呢啲工具背後嘅設計選擇。呢個直接連到我哋下一單關於由深度偽造推動嘅更廣泛信任危機嘅新聞。下一單新聞經由 Hacker News 連結到 TechFusion Daily， 2026年1月17號發佈。TechFusion Daily 報導咗佢哋稱為由深度偽造同 AI 生成媒體推動嘅全球信任危機。核心概念係隨住圖像、影片同音訊操控工具變得極易使用，人們越嚟越難信任佢哋喺網上甚至新聞入邊睇到同聽到嘅嘢。我哋見到政治深度偽造、使用克隆聲音嘅詐騙電話，同埋好似 Grok 案例中咁樣未經同意嘅露骨圖像。文章強調呢種信任侵蝕唔只係關於尷尬或騷擾，佢侵蝕民主、新聞業同基本社會凝聚力。一旦人們相信一切都可以係假嘅，佢哋就開始懷疑合法證據。將佢同 Engadget 關於 XAI 嘅報導結合啦，你可以睇到新興模式，政府正爭先恐後填補法律漏洞，而技術繼續以更快速度移動並變得更容易獲得。呢個完美帶我哋去另一篇關於 AI 如何更容易喺日常硬件上運行嘅文章。消費者 GPU 解釋， GPU 係圖形處理器，原本設計用嚟處理遊戲圖形，但因為佢哋並行處理能力強，特別適合 AI 運算。消費者 GPU 係指一般人可以買得起嘅 GPU， 例如 NVIDIA 嘅 RTX 系列，唔需要超級電腦或數據中心級別嘅硬件就可以運行 AI 模型。呢單新聞嚟自 Hacker News， 指向 The Decoder， 2026年1月17號發佈。The Decoder 報導咗 Black Forest Labs 嘅 Flux-E-Small， 一個新嘅 AI 圖像生成同埋編輯模型，設計用嚟喺消費者 GPU 上運行，即係高質素圖像生成同編輯
但係唔需要巨型數據中心。你可以喺一部唔錯嘅遊戲 PC 上運行佢。圖像生成模型解釋。AI 圖像生成模型係指用人工智能技術根據文字描述 prompt 生成圖片嘅系統。例如你輸入一隻貓坐喺紅色梳化上面， AI 就會生成一張符合呢個描述嘅圖片。Fuzzysmall 唔只支援基於提示詞嘅圖像生成，仲支援圖像編輯，例如修補 inpainting 同擴展 outpainting 呢一類功能，只需要相對適度嘅 VRAM 需求。修補 inpainting 同擴展 outpainting。解釋。修補 inpainting 係指將圖片某部分移除或遮蓋，然後用 AI 填充返合理嘅內容。例如移除相片入邊一個唔想要嘅人， AI 會自動填充返背景。擴展 outpainting 係指將圖片向外延伸， AI 會根據原有圖片內容智能地擴展邊緣。例如將一幅風景相由4:3比例擴展成16:9， AI 會生成新嘅邊緣內容。對創作者嚟講，呢個係重大突破，意味住更多人可以喺本地實驗強大模型，無需將數據發送到雲端。對於私隱同控制，呢個係優勢。但係回到我哋之前嘅故事，呢度有雙刃劍效果。當 Fuzzysmall 呢類模型變得更好，更容易喺消費者硬件上運行時，生成真實深度偽造嘅能力就唔再集中喺幾間大公司手中。針對好似 XAI 呢類實體嘅監管係拼圖嘅一部分，但我哋都進入咗一個世界，開源模型同消費者級工具都可以喺屋企做類似嘅事。所以我哋有信任危機、監管機構反擊同生成工具去中心化，呢個連到另一個重大關注。喺呢個 AI 時代，到底邊個控制知識同資訊？知識壟斷解釋。知識壟斷係指少數大型公司控制資訊同知識嘅獲取方式。如果 AI 成為主要嘅知識來源，而呢啲 AI 由幾間大公司控制，佢哋就可以決定邊啲資訊被優先顯示，邊啲被過濾或審查，影響公眾可以接觸到嘅知識。呢單新聞嚟自 Hacker News， 連結到 Bruce Schneier 嘅博客，2026年1月18號發佈。安全專家 Bruce Schneier 有一篇名為 AI 同知識嘅企業捕獲嘅文章。喺佢嘅博客上，佢探討大型 AI 模型主要由大型科技公司擁有，如何成為知識嘅主要界面，取代搜索引擎、文檔，有時甚至係正規教育資源。擔憂係當我哋從開放網絡加搜索轉向問 AI 助手就乜都有時，知識變得通過幾間公司嘅激勵機制被中介同過濾。咩被訓練，咩被審查，咩被優先，所有呢啲都變成商業同政治決定。佢仲提出一個問題，就係當更多內容由 AI 創建時，訓練循環變得自我引用。未來模型從 AI 生成嘅數據學習，而唔係從人類創造嘅知識學習。將呢個同專有訓練集同封閉模型結合，你就得到對我哋知道乜同如何獲取嘅權力集中。你可以從 Schneier 嘅關注直接連到加州總檢察長嘅信。邊個為 AI 可以同唔可以生成乜嘢設定規則？邊個決定咩算係知識、藝術或濫用？係政府、企業定係開放社群？講到開放社群，我哋轉去代理式 AI、Agentic AI 領域，唔只係回答問題，而係計劃、使用工具同檢查自己工作嘅系統。代理式 AI、Agentic AI 解釋。代理式 AI 係指具有自主行動能力嘅 AI 系統。傳統聊天機器人只係回答問題，但代理式 AI 可以計劃任務，例如訂旅行計劃，調用工具，例如搜索資料、發送電郵、訪問數據庫、執行行動，例如預訂機票、發送信息、檢查自己嘅工作、評估結果是否正確，如果有錯會重試。呢個同普通 AI 嘅分別係代理式 AI 可以做嘢，而唔只係講嘢。下一單新聞嚟自 MarkTech Post AI News， 2026年1月17號發佈。MarkTech Post 有一個技術教程，名為如何使用 Llama Index 同 OpenAI 構建具有檢索、工具使用同自動質量檢查嘅自我評估代理式 AI 系統。文章詳細介紹如何構建一個超越基本聊天機器人嘅高級代理工作流程。Llama Index 解釋。Llama Index 係一個開源框架，用嚟幫 AI 系統連接外部數據源，例如文件啦、數據庫啦、API 等。
簡單嚟講，佢令 AI 唔只依賴內部知識，而可以讀取你提供嘅文件、搜尋資料庫或訪問實時資訊。關鍵部分係檢索 retrieval 系統拉入相關文檔或者數據，而唔只係依賴其內部模型。工具使用 Tool-Use 代理可以有意地調用工具，例如搜索、數據庫、API 或者計算器，特別係當佢需要新鮮或者精確資訊時。自我評估 Self-Evaluation 生成答案後，系統運行自動質量檢查。佢可能會問自己：我有冇回答到問題？我嘅推理係咪同證據一致？如果唔係，會迭代同修正回應。自我評估 Self-Evaluation 解釋：自我評估係指 AI 完成任務後自動檢查自己嘅工作質素，例如檢查答案係咪完整回答咗問題，驗證推理過程係咪合理，確認事實係咪正確。如果發現錯誤或者唔完整，會自動重新思考同修正。呢個主題係可靠性。如果 Schneier 擔心 AI 成為知識嘅守門人，一個對策係令 AI 系統更透明同自我糾正。呢個連到我哋下一個專注開發者嘅故事，將呢類代理式系統構建到實際應用中。呢單新聞嚟自 Hacker News Show HN 指向 GitHub 2026年1月18號發佈，一位開發者發佈咗 Golem， 拼寫為 Golem，一個用高編程語言構建代理式 AI 應用程式嘅框架，支援 MCP 同內建工具。高語言解釋，Go 係由 Google 開發嘅編程語言，特點係簡單、高效，適合構建大型系統，特別適合網絡服務、微服務同雲端應用。MCP Model Context Protocol 解釋，MCP 係一個新興標準協議，定義 AI 模型如何以結構化方式訪問工具、數據源同外部系統。簡單嚟講，佢係 AI 同外部世界嘅翻譯器，令 AI 可以安全同標準化地訪問數據庫、調用 API、使用各種工具、獲取實時資訊。呢個協議令唔同 AI 系統可以更容易地接入各種工具，而唔需要為每個工具寫專用程式碼。根據 GitHub 頁面呢，Golem為 Go 開發者提供一個框架嚟連接可以調用工具，例如 Web API、數據庫或者係自定義函數嘅代理，管理推理唔同步驟之間嘅上下文同記憶，同 MCP 集成，令模型可以動態發現同使用工具。換句話講，佢同我哋剛才喺 Llama Index 教程中睇到嘅係同一趨勢，從 AI 作為自動完成，轉向 AI 作為可以計劃、行動同驗證嘅代理。對構建者嚟講，似 Golem 呢類框架係令呢啲更複雜工作流程變得實用嘅基礎設施。而家我哋轉向 AI 嘅一啲非常實用，幾乎係黑客式嘅用途。呢單新聞嚟自 Hacker News， 連結到個人博客2026年1月17號發佈。呢篇帖子名為使用 AI 逆向工程二進制文件格式，喺 blog.kine.d 上面。作者描述點樣使用 AI 模型幫助理解未記錄嘅二進制文件格式，你處理專有軟件遺留系統或奇怪硬件時會遇到嘅嗰種二進制文件格式解釋。二進制文件格式係指用01編碼儲存資料嘅文件格式，唔同於文字文件，你可以直接閱讀。二進制文件需要用專門工具先可以理解，圖片文件 JPG、PNG、影片文件 MP4、AVI、執行文件 EXEAPP、專有軟件嘅數據文件。逆向工程呢啲格式傳統上係緩慢嘅，你喺16進制編輯器中打開文件，猜測唔同字節區域可能代表咩，比較多個文件，並慢慢推斷結構。博客顯示嘅係你而家可以將 AI 加入呢個循環，你可以要求模型根據字節中嘅模式建議可能嘅結構，使用 AI 生成同完善關於標頭校驗同埋或壓縮嘅假設，獲得生成腳本或者解釋器嚟測試呢啲假設嘅幫助。16進制編輯器解釋，16進制編輯器係用嚟以01二進制或16進制00FF 方式查看同編輯文件嘅工具。當你唔知道文件格式時，可以睇到文件內部嘅原始數據，然後嘗試理解邊啲字節代表邊啲意思。字節 byte 解釋，首領字節係數碼資料嘅基本單位，由8個位 bit 組成。
一個字節可以表示0到255之間嘅數字，或者代表一個英文字母。例如一個 ASCII 字母 A 就用一個字節儲存。人類仍然必須驗證同理解結果，但 AI 加速咗探索階段。呢個係 AI 作為底層技術工作嘅強大工具嘅絕佳例子，而唔只係生成文本或圖像。喺商業方面，另一篇 Hacker News 連結嘅文章提出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AI 係咪已經殺死咗垂直 SaaS 嘅吸引力？垂直 SaaS 解釋，垂直 SaaS 係指為特定行業設計嘅軟件服務，例如專門為牙醫設計嘅管理系統，專門為物流經紀人設計嘅工具，專門為餐廳設計嘅 POS 系統。呢類公司通常通過深入了解行業工作流程、構建定製功能同用專業化鎖定客戶而獲勝。佢哋嘅優勢係深度理解某個行業嘅特殊需求。呢單新聞嚟自 Hacker News， 連結到 elliottsmith.com， 2026年1月17號發佈。博客貼指 AI 係咪已經移除咗垂直 SaaS 嘅吸引力？探討構建專用工具俾特定行業嘅軟件公司，例如專為牙醫設計嘅軟件，或專為物流經紀人設計嘅軟件。歷史上呢啲垂直 SaaS 公司通過深入了解工作流程、構建量身定製功能同用專業化鎖定客戶而獲勝。文章中嘅論點係 AI， 特別係通用模型可能會侵蝕部分護城河。如果通用 AI 代理可以坐喺通用工具之上，通過你嘅文檔同數據理解你嘅領域，然後即時適應你嘅行業，點解要為超級特定嘅 CRM 或工作流程工具付費？另一方面，作者指出 AI 本身可以成為垂直 SaaS 嘅護城河。如果一間公司用真正特定領域嘅數據訓練或者微調模型，並將 AI 深度集成到工作流程嘅每個角落，呢個可能更難競爭。所以與其殺死垂直 SaaS AI， 可能只係逼佢進化。護城河 Moat 解釋，護城河係商業術語，指公司嘅競爭優勢令競爭對手難以超越，例如品牌、技術專利、網絡效應、規模經濟等都係護城河。如果有強大護城河，公司可以維持市場地位同盈利能力。呢個同 Golem 同 Llama Index 完美結合。呢啲工具係你用嚟構建下一代垂直 SaaS 嘅 AI 原生代理式緊密集成。而家從程式碼同商業縮小到文化 AI 開始出現，唔止係產品中，而係喺故事講述中。呢單新聞呢嚟自 Hacker News， 連結到華爾街日報2026年1月17號發佈。華爾街日報有一篇名為一部熱門電影設於 AI 實驗室深處嘅文章，關於一部新嘅紀錄片風格電影，帶觀眾進入 Google DeepMind。根據 WSJ， 呢部電影喺 YouTube 上可用跟隨實驗室內嘅研究人員同工程師，佢哋致力於尖端 AI 系統，顯然引起咗科技世界之外嘅觀眾共鳴。Google DeepMind 解釋，DeepMind 係 Google 旗下嘅 AI 研究實驗室，以開發 AlphaGo 擊敗圍棋世界冠軍 AlphaFold 蛋白質結構預測等突破性 AI 系統而聞名。佢係世界上最頂尖嘅 AI 研究機構之一。我哋喺電影中見過虛構 AI 故事幾十年，但呢個唔同，佢係對主要 AI 實驗室內真正人員、真正辯論同真正壓力嘅幕後觀察。呢個重要，因為公眾對 AI 嘅感知唔只係由訴訟、深度偽造同產品發佈嘅新聞塑造，佢都係由我哋如何睇到構建呢啲嘢嘅人類塑造。喺一個加州打擊 AI 濫用，像 Bruce Schneier 呢類評論員警告知識企業捕獲嘅一周，像呢部紀錄片呢類內容增加咗細微差別。佢顯示內部文化、倫理討論，甚至可能係科學雄心同商業壓力之間嘅衝突。講到商業壓力呢，我哋去到最後一個大標題，而佢係一個大金額嘅。呢單新聞嚟自 Engadget Tech News， 2026年1月17號發佈。Engadget 報導咗 Elon Musk 對 OpenAI 同 Microsoft 訴訟中嘅新文件。根據該文件由 Bloomberg 首次報導，由 Engadget 總結 Musk 而家聲稱佢有權獲得79億至1340億美元嘅損害賠償，來自佢所謂 OpenAI 同 Microsoft 嘅不當收益。背景故事係 Musk 共同創立咗 OpenAI， 並話佢喺早期貢獻咗約3800萬美元，根據文件約佔非營利組織總資金嘅60%。佢仲聲稱佢協助招聘、商業聯繫同戰略建議，
而家 OpenAI 估值約5000億美元。Musk 辯稱佢有權獲得該估值嘅一部分。佢嘅專家、金融經濟學家 Paul Watson 估計 OpenAI 嘅不當收益約在65.5億至1094.3億美元之間，而 Microsoft 喺13.3億至250.6億之間。Musk 嘅訴訟最初喺2024年3月提起，指控 OpenAI 放棄其非盈利使命，成為 Microsoft 有效嘅封閉盈利部門。佢後來將 Microsoft 加入為被告，甚至試圖阻止 OpenAI 嘅企業重組。除咗呢個，佢有另一場法律戰，指控 OpenAI 同 Apple 壟斷行為，據稱不利於佢自己嘅公司 XAI 喺 App Store 中。非營利組織解釋，非營利組織係指唔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嘅組織。最初 OpenAI 係非營利組織，意思係佢嘅目標應該係造福社會而唔係賺錢。但係 Musk 指控 OpenAI 變成盈利公司，違背咗最初宗旨。當你將呢個同 Bruce Schneier 嘅知識企業捕獲文章並列時模式令人震驚。AI 唔再只係研究前沿，佢係一個5000億美元嘅戰場，關於邊個擁有模型，邊個控制平台，邊個因創造嘅價值而獲得報酬。所以讓我哋快速連接今日我哋所涵蓋嘅一切。從 Engadget 關於加州停止命令 XAI 嘅報告，同 TechFusion Daily 關於圍繞深度偽造嘅全球信任危機警告，我哋睇到 AI 生成力量嘅陰暗面以及開始形成嘅監管反擊。從 The Decoder 關於 Fuzz is More 嘅文章同關於二進制文件格式逆向工程